怎么会伤了师弟呢？刚才那把剑明明冲着彩雀去的，怎么？别多讲了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只是碰巧而已。可是受伤的人是我师弟呀，我把他伤成那样。你先别着急，庞兄弟懂得医术，再加上小薇和彩雀在他身边，他不会有事的。你先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。我怎么平复啊？他要是瞎了怎么办？事情都已经这样了，你现在去不仅没用，反而会让事情更糟。以彩雀的脾气，他一定会对你恨之入骨。他是妖，他们要是合力对付你，你根本就不是对手。你现在去，等于是送死。我不管，送死我也要去。我师弟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把他的眼睛伤成那样，我该怎么办啊，郑大哥？阿莲，你先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冷静不了，我得去看看，把他眼睛治好。这么紧会不会疼？没事，不疼。你如果疼了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你笑什么呀？居然还笑得出来？不会是伤到头了吧？我是开心，开心当然笑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。比起惹你生气，让你离开我，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反倒觉得很幸福。真是傻子，都看不见了还说幸福。都是我不好，你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，那你的眼睛就不会。彩雀，你别哭啊！其实，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。你想，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即便有一天你化作妖形，我也看不到，你不正好可以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了吗？我不要什么自由自在，我宁愿有拘有束。我只想你的眼睛快点好起来。彩雀，我看不见，你就不会生我的气，抛下我走开了。彩雀，你答应我，做我的眼睛，再也不要离开我了，好吗？我答应你，庞哥哥，我做你的眼睛，我们永远都不分开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清晰，每颗心都渴望唯一多个人就拥挤，可惜爱从不讲道理，像陷阱却着迷，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你亲手毁了这件衣服，要与我恩断情绝，为何还要留着它？
难道是因为李靖也缝了几针，你就舍不得了？这一针一线，都是你对我的情谊，可我却弃之不顾，还亲手伤你，我真该死。小维，小维，你的伤好些了吗？我知道你来了，你是不是很恨我？我又伤了你。庆夫人说的没错，我是一个负心寡义之人，实在死有余辜。我总在不该心软的时候心软，我总在应该相信你的时候，却选择怀疑。我如此愚蠢可恨，还怎么值得你豁出性命去爱？你是应该恨我。我宁愿你在我身上扎几刀，也许我的心里面就会好过一些。我也很想恨你，甚至想我要杀了你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真的舍不得。我知道这一生，我是没有资格去求你原谅我了。我只希望来世，来世我王英可以有幸再遇到你，不管你是人还是妖，我都希望我能够先爱上你。我会一心一意的去爱你，好好的保护你。那回忆来清晰。什么？人都让萧阳给杀了？是微臣办事不力。微臣本想趁萧阳去郊外玩乐之时将其除掉，不料却中了他设下的陷阱，故意引我们的杀手入局，以致被剿灭殆尽。全都是废物！养了这么多杀手，全都让这个臭小子给算计了。娘娘息怒，这小子突然会用脑子了，才会行动失败。我再去找一些杀手。算了，萧阳有禁军做后台，且以防备你，再多雇些杀手也无用。本以为萧阳只是个纨绔子弟，没想到还会动些脑子，是我大意了。娘娘，那接下来他会引蛇出洞，我也会借刀杀人。如今只有依靠外邦之力了。娘娘的意思是，如果异族可汗知道靖公主未死，可汗得知被骗，又岂会善良呢？娘娘高见。什么？靖公主没死？不错，当日靖公主只是以诈死之术逃出宫中，藏匿于南疆。可汗若不信的话，派一探子去南疆一查，便知真假。本王凭什么相信于你？可汗明察秋毫，小人若敢欺瞒，纵有10个脑袋，也不够活命的。结其议和本是你朝先提出来的，为何出尔反尔？我朝陛下确实诚心与可汗您结亲议和，无奈这个公主素来傲慢蛮横，当日诈死逃出，怕是她根本就看不上你，宁愿一死也不愿意嫁给可汗。混账！竟敢瞧不起本王！来人呐！可汗请息怒，可汗请息怒。我家丁大人专程让我给您带来《天朝兵防图》，全当是赔罪之礼。
丁大人，果然是识时务之人。我家丁大人一直很敬仰可汗天威，小小礼物不成敬意，只希望可汗得胜后能宽待我家大人。这个自然，转告他，让他放心。等本王夺下京城，抢占中原之后，定不会亏待你家大人的。多谢可汗。陛下，如今异族大军长驱直入，我朝猝不及防，已经溃不成军。前方快马来报，敌军直逼京城而来，军情紧急，还请陛下早下决策。异族不是去对付本族叛乱了吗？怎么能向我朝出兵呢？异族可汗似乎已经得到靖公主还在人世的消息，扬言要我朝称臣投降，交出公主，否则将灭我天朝。不可能！他们怎么知道静儿的事？谁说出去的？陛下息怒，当务之急不是追究到底是谁的责任，毕竟纸包不住火。靖公主到南疆这么大的事，异族知道也是很正常的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召回靖公主。陛下，臣以为应抵御异族为先。异族可汗知道公主未死，才大举进犯。倘若陛下现在还将公主隐匿起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还请陛下以社稷为重，先把公主召回，远嫁异族和亲，或许能安抚异族，平息战火。静儿，父皇让你隐匿行踪，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来？如今你让父皇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我知道您心疼公主，可是如今敌军犯境，只有送出公主，才能安抚异族之怒，缓解京城危机啊！陛下乃一国之君，当以黎民百姓为重。公主与社稷孰轻孰重，还请陛下当机立断。萧丞相，你是我朝元老，你看该如何是好啊？陛下，老臣认为我朝正处于劣势，和谈恐怕也难息异族野心。若是献公主和亲，异族仍不肯议和，到时候难免有一场恶战。事已至此，不妨做两手准备：一方面召回公主，另一方面召集兵马支援京城，做好迎战的准备。同时，尽快选一能者为帅，好率军兵抵御异族大军，保卫京城。也只能如此了。立刻派人10万火急，将密信送往南疆，召静儿还朝。是。三妹，你到底如何决定？是要回京，还是要离开？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大哥，我不能再自私了。明知道你爱的是小薇，对我只是出于怜悯和义气，我却一直舍不得放手，连累你和小薇为救我伤痕累累。是我欠了你和小薇的，我才是多余的人。静儿愿意成全你们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可以马上带你离开的。我是该离开了，我要回京。大哥，无论我逃到哪里，都是父皇的女儿，天朝的公主。我不能再逃避了，让父皇为我承担责任，让百姓因为我的过错而遭受屠戮，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，也是我此生的宿命。三妹，你要想清楚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。我真的可以带你走的。不，大哥，我不想再拖累你了，我要回京。
那里有我的父皇，那里才是我的家，也将是我今后的归宿。那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也就不勉强你了。但是你必须得让我陪着你回京。大哥，你不要再对我这么好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温柔的怜悯对我而言是幸福，也是痛苦。这样只会让我更加心痛，更无法舍弃。大哥是个粗人武夫，永远不懂怎么样安慰你才能不伤害你。就好像每一次我想保护别人，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。之前大哥没有尽到做大哥的本分，我会兑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，生死与共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尽全力，好好保护你。大哥。郑大哥，他要去哪里啊？吉儿，你来了。你受伤了？郑大哥与司徒见面干什么？我本想到胡族夺取噬天诀，本已经到手，没想到竟然跑出个震天食神，坏了我的大事。震天食神，就是救走小维的那个人。对，他是上古神灵，有万年的修为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你的伤严重吗？不要为我担心，过几日我调养一下就好了。对了，你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让我帮你找的妖典，我找到了。拿来我看。吉儿，你真是没有令我失望。好，吉儿。有了这妖典，世上万妖皆在我们的掌控之中，你我父子大事可成。郑大哥与司徒，他们是父子。记住，下辈子少有点好奇心，你就带着这个秘密下黄泉吧。住手！不能杀他，放了他。怎么？你在为女人心软？她是我的女人，你不能杀她。好，看在我儿心疼你、为你求情的份上，今天我不杀你。要是你胆敢背叛我儿，我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阿莲，你不是说你是万古族的二王子吗？你怎么跟他是父子啊？我的确是万古族的二王子，但我爹是司徒，他和我娘本是一对平凡的夫妻，但是我娘被万古族王看上了，强掳为妻。可那个时候我娘已经怀上了我，
我爹是担心我娘在族里受人排挤欺辱，才为王后办事。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和我娘。不管他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，他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。他现在受伤了，我不能不管他。郑大哥，我知道你孝顺，但是你不应该把药典给他呀，那是我师弟的传家之宝。阿莲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爹身受重伤，我只是把药典借给他疗伤而已。等他伤好了，我一定要回来还给你，好吗？你们说的那件大事是什么？不会就养伤那么简单吧？阿莲，我们虽未成亲，但是已经有了夫妻的情分。我爹也是你的亲人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把药典借给他疗伤好吗？我一定帮你要回来。那好吧。啊，对了，静儿和王英马上就要回京城了，你也随我一块儿回京吧。等我在京城有了一番作为，一定明媒正娶，把你接过来。你觉得如何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将军，不用再送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好，那各位，后会有期了，保重。将军，后会有期。走！姐姐，王英跟李靖他们已经启程回京，我们怎么办？血月日时将至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也要赶去京城。只是庞郎他……我没事的，小薇姐，让我跟你们一起去吧。这些日子我苦练听力，已经能够耳辨八方，我不会成为你们的累赘的。傻子，说什么累赘不累赘的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永远不分开？我去哪儿你就去哪儿，不想去都不行。好。两位本已受伤，还将大半修为传给了我，夫生怎敢领受？这是我和青儿应该做的。大人，你为救小维和我们，神力一损，亦成天人五帅之相。我跟青儿都是重伤之躯，无以回报，给你这点修为，理所当然。都是我这个当娘的错。我没有办法保护好小薇，轻信了司徒的话，差点助纣为虐，酿成大祸。现在我们夫妻俩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司徒的恶行。我请求大人救小薇一命，帮她度过血月日时之灾。夫人放心，夫生定当尽全力保小薇周全。大人，小薇若是迷途知返，熬过天劫，狐族愿意重新接纳他，请转告他，我跟青儿都在等他回家。夫生明白，定当送小薇平安回来。这本是天诀，有提升法力、释天换地之法，希望能够助大人恢复神力，助小薇化解。多谢。京城就要灭亡了！小杨，这孩子，谁让你乱跑啊？走！快跑啊！异族大军要打进来了，京城要保不住了！快跑啊！司徒说我是欺煞之星，果然没有欺我。郑和趁乱得天下，还有静儿。
大哥，静儿，我可想死你们了。哎，你带这东西干什么？此事一言难尽，表兄，时间紧迫，我想先回宫见父皇。好。萧哥哥，萧哥哥，阿莫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叫阿莫啊？阿莫，我是静儿啊，静公主。静公主。静公主。铃铛铃铛，你知道静公主是谁吗？表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这边也一言难尽。这面具好漂亮，阿莫也要戴。哎，静儿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好看好看，我要静儿，帮我戴，帮我戴啊！拿来。阿莫要面具，阿莫要面具。闭嘴！再吵就不给你饭吃。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照顾好三妹。她中了妖毒。妖毒？没办法治愈吗？本来是有的，可是……表兄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我好不容易回来，你是想让我更加难过吗？好，我不问了。我一直以为这些日子你终于如愿以偿，过得很好。没想到，你一定受了很多苦吧？没事，还好。阿莫，到底怎么了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？他和你一样，中了妖法，失了魂。难怪连我都不认识了。那有没有找什么高人法师之类的？难道就没有办法召回魂魄了吗？该问的都问了，该找的我也都找了。还是没有办法召回阿莫的魂魄，我已经是无可奈何了。侯爷，公主，我或许有办法召回阿莫的魂魄。阿莲，你能救阿莫吗？也不好说，但我可以试试看。医病也需要一些时间，不急一时。静儿，你既然回来了，还是先回宫面圣吧。好。如今阿莫侍卫成这样，宫中无人保护公主，我看，还是我随公主回宫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没错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大哥，你身份特殊，还是留在府上等消息吧。好的。三妹，这次你回宫，万事要小心。如果有什么事情，马上通知我们。父皇，静儿回来了。快起来，起来！我说静儿，你走就走啊，你也不好好藏起来，还惹出这么大的祸。是静儿不孝，酿成大祸，还请父皇原谅。还谈什么原谅啊？你这次回来，朕真的不知道是该高兴，还是该难过。朕对不起你，无法还你自由，还让你回来替朕担这么大的责任。不是父皇的错，是女儿太自私了，只图自己的一时欢乐，却忽略了父皇，还有黎民百姓。女儿闯下的祸，不能再让父皇还有无辜的百姓替我承担。静儿，父皇我对不起你的母后，我更对不起你。父皇，您别这么说，女儿是心甘情愿回来的。女儿愿意和气，以息战火，平民怨。父皇，您别难过，女儿这次是真心的。能够出去自在这一趟，女儿此生无憾。
你这面具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此事说来话长，还请父皇听静儿慢慢道来。好，我们回内殿谈。走。幸亏你回来了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让我等急了，我可是要催动毒蛊的。你不会的。多日不见，你比以前更英武了，眉宇间又增添了几分霸气。多日不见，娘娘的容颜也更加妩媚了。没想到去了一趟南疆，嘴像抹了蜜似的。我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是同类，所以我们才应该在一起。你真的想通了？当然，不然的话，你以为你的蛊毒我会害怕吗？我只是想明白了，我要的是权势、美人和天下，而你正好是我需要的。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不凡，果然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。不着急，等事成之后，有咱们快活的日子。什么时候事成？当然是夺了天下。要等多久？很快，只要你肯帮我。想让我怎么帮你？首先，不能让公主和亲，只有我朝和异族交战，两败俱伤，我趁乱起事，才能坐收渔翁之利。公主这一路上历经磨难，又受妖咒荼毒，如今却和亲。别说异族可汗是否会为之前的事情报复，光是见到公主脸上的妖印，只怕公主便是难逃一死。那怎么办呢？郑副委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公主吗？我原来是想找一个宫女替公主和亲，以纱蒙面，能满一时是一时。因为在异族当中，见过公主的只有那个特使，我之后再找机会除掉那个特使，应该就能蒙混过去。只是什么？明日就是和亲之日了，远嫁异族凶多吉少。这一时间，我上哪儿去找那么合适的人选？这一次，我朝和公主，怕真的是难逃一劫了。郑副委，巧儿愿替公主和亲。巧儿姑娘，你可别冲动啊！此一去恐怕是九死一生。巧儿不怕，公主对巧儿恩重如山，巧儿愿意为公主而死。难为你了，巧儿。我替公主谢谢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件事情不能让公主知道，否则以她的……郑副委，你放心，巧儿知道该怎么做。公主，明日一别，也不知将来还能不能再见面。巧儿，生死有命，但求来世。来世我们不做主仆，希望能够成为姐妹。
公主，有你这句话，巧儿就知足了。巧儿，今后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公主，这是奴婢最后一次为公主梳妆打扮了，可不可以让奴婢再看一次公主的容颜，好永记心中？我希望你记住的是我以前的样子。兜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同样的场景，看来我终究还是逃不过命运的安排。公主，这是我让人给你准备的安神汤，你刚回宫，喝了它好好休息。公主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巧儿走了，来世再侍奉你。什么时辰了？公主已经40了。40，糟了！快给我更衣！公主，来不及了，和亲的銮驾早已出城，只怕快到异族大军处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都还没去呢。巧儿，巧儿呢？啊，巧儿，巧儿。喝点水吧。谢谢郑副尉。
在是辱我族太甚，屡次三番违背承诺，如今竟然送个宫女的尸首来戏耍本王。众将听令，火速前进！本王要一举攻下京城，扫平天朝，以雪前耻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清晰。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？却只怕